家好，今集想同大家介紹一條將軍澳區內線九巴嘅296M 線。呢條線經常批評為走線迂迴、客量好低同埋班次好疏。喺介紹之前，不如先一齊了解下呢條路線嘅歷史。296M 前身為296號線，來往康盛花園至常德，後嚟因應地鐵將軍澳線通車而更改為296M，並加停寶林及坑口地鐵站。呢條線主要有3個問題：第一，走線較迂迴，路線需繞經尚德再前往坑口站，令住喺寶林或者翠林嘅居民會改搭290系列路線或者港鐵前往坑口一帶。呢個亦導致第二個問題出現，就係客量好低。根據2017年西貢區議會文件，296M 喺繁忙時間嘅載客率係50%，非繁忙時間更只得16%。有見及此，九巴分別將日間同埋夜間嘅班次削至每30分鐘同40分鐘一班。九巴應該就296M 線進行路線重組，例如改以坑口北為總站，並喺將軍澳南，例如至善街及唐俊街一帶增設巴士站，令路線嘅覆蓋範圍更廣闊，居民能更快前往將軍澳醫院。如果大家對呢條路線有任何睇法嘅話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